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9月28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78篇第1节到第4节，12节到16节，以赛亚书第48章17节到21节，雅各书第4章第11节到16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批判，英文 judge 可以翻译为法官、审判、判断、评断等等的意思。摩西在当埃及王子的时期，他出去巡逻，以色列人被要求建设的工地。那个时候呢，他看见有一个埃及人欺负希伯来人，他所认同的兄弟，内心认同这个希伯来的摩西就出手救了这个希伯来人，错手呢杀死了这个埃及的兵丁。隔天呢，他又看到2个希伯来人彼此在打架，他就劝勉他们，但是其中一个人就质疑他，就说：是谁设立你当我们的领导者跟审判官呢？这个希伯来没有想到的是，就是上帝。上帝后来差遣摩西回到埃及，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。摩西就是上帝所设立的领导者。不但如此，上帝也差遣摩西透过他制定了10诫以及所有的诫命，并且根据圣经的记载，以色列人有任何的问题都来找摩西判断。所以他的岳父耶特罗就建议摩西设立一个好的方法来管理。圣经记载告诉我们，第2天摩西坐在人民当中来处理纷争，从早上忙到晚，十分的忙碌。耶特罗看见了这个情形，对摩西说：你到底在为人民做些什么事？为什么让这许多的人从早到晚站在这里等着你的指示，由你自己一个人处理呢？摩西回答：我必须这样做，因为人民到我这里来求问上帝的旨意。凡有2个人争执，就来找我解决，我得替他们判断谁是谁非，并把上帝的律例和指示告诉他们。耶特罗说：你的做法不好，你和你的同胞都会累坏了，你不能一个人做这许多事。我现在给你一些建议，愿上帝与你同在。你代表人民把他们的纠纷带到上帝面前，向他请示是对的。不过你应该把上帝的律例和指示教导他们，解释给他们听，使他们知道该怎么样去处事为人。除此之外，你还要指派一些能干的人做以色列人的领袖，每1000人要有一个领袖，然后每100个人，每50人都应该有领袖。他们必须是敬畏上帝、可靠、不接受贿赂的人。你要指派他们这样的人，随时为人民判断案件。他们可以把重要的案件带到你的面前，小纠纷可以自行处理，这样他们可以分担你的责任，使你的担子轻省些。如果你这样做，上帝这样吩咐你做，你就不至于精疲力竭，而人民的纠纷也可以早些解决。摩西接受了耶特罗的建议，在以色列人当中选拔能干的人，
作为1000人、100人、50人和10人的领袖。他们被指派随时为人民判断案件，遇有疑难的案件，他们请示摩西，小纠纷就自行处理。后来摩西跟耶特罗分手，耶特罗就回家去了。当领导者、当判断者，并不是基督信仰的教导跟基督徒追求的目标。亚当、夏娃追求的目标就是那判断是非的能力，结果就被上帝驱逐出上帝的伊甸园了。虽然耶稣基督也曾经跟门徒说，将来他们要跟他来审判世界，但是我们要记得，这个权柄是耶稣基督，是上帝所赐予他的呼召，不是门徒或是亚当、夏娃他们自己可以去争取的。基督徒到底要做什么才能够合乎上帝的旨意跟标准呢？以赛亚书第48章17节到21节这样提到：以色列神圣的上帝，救赎你的上主这样说：我是上主你的上帝，为了你的益处，我教导你，我指示你该走的路。我多么希望你听我的命令！如果你听我的命令，平安就像河水滔滔不绝，公义就像浪涛滚滚而来。你的子孙会像沙粒那样多，我永不让他们被消灭。从巴比伦逃出来吧，自由的离开吧，大声报道这好消息，到天涯海角去传扬。上主已经救赎他的仆人以色列，上主领他的子民走过沙漠的时候，并不干渴，他使磐石流出来，他击打磐石，泉水涌流而出。是上帝自己成为以色列人的需要者、决策者、判断者。因此基督徒也要非常的注意小心，不应当自己成为批判者、审判者、论断者，除非上帝呼召我们这样做。雅各书第4章11节到16节提醒我们，弟兄姐妹不要互相批判。谁批评或论断弟兄姐妹，就是批评和评断摩西的法律。如果你们评论这个法律，你就是不服从法律，而且评断它。只有上帝是立法者、审判者，只有他能够拯救，能够毁灭。你是谁，竟敢评断你的邻人？雅各说得非常的清楚，他说只有一位是审判者，他会拯救，他会毁坏，他会判断人不应该批判邻人。不止如此，雅各又提醒初代基督徒要能够谦卑，不可夸口。雅各说，有人说今天或明天我们要到某某城去，在那里住1年，做生意，赚大钱。可是听我说，你们连明天还活着没有都不晓得，你们不过是一层雾，出现一会儿就不见了。你们应该这样做，如果主愿意，我们就可以活着，或做这事，或做那事。可是你们竟那么的骄傲自大，这样的骄傲全是邪恶的。基督徒应当要谦卑，不应该要骄傲，自视为高，因为骄傲是邪恶的。
即便有很高的成就功劳，也不要感到骄傲，应该要更谦卑的在主的前面，因为骄傲带来批判，也带来不和平。基督徒应当谦卑主前，让上帝的旨意在我们的面前得以成就。诗篇119篇97节到104节，我多么爱慕你的法律，我整天不断地思想它。你的命令时常在我的心里，使我比仇敌更明智，我比我所有的教师更通达，因为我思想你的教诲。我比老年人有智慧，因为我遵守你的命令。我远离了一切邪恶的行为，因为我要服从你的话。我没有离弃你的训诫，因为教导我的是你。你的训言多么甜美，在我口中比蜂蜜甘甜。我从你的法律获得智慧，因此我憎恨邪恶的行为。求主帮助我们学习谦卑，愿意将主权交给上帝，领受上帝的救恩与呼召，以生命来跟随主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。